嘉义林管处发现，这几年在阿里山国家森林游乐区的高山仔数量是愈来愈多，而且和人直接发生冲突。这林管处就在地单位甲居民参与教育训练，搁再造成人甲狗的冲突巡护队来执行高山仔的监测调查，抑搁用友善的方式来甲狗赶走。唔惊人的高山仔，伫人来去的步道活动。 经过民众加减的好奇，停落来甲看。虽然因看起来真古锥，不过对阿里山一寡店头来讲，嘛造成一寡困扰。现在猕猴很猖獗了哈，到庙里啊，到商店区啊，到商店街啊，都抢旅客的东西吃。连庙里贡品那个香蕉，他也进去吃；我们 7他也进去吃。 嘉义林管处发现阿里山国家森林游乐区的高山仔愈来愈多，造成人甲狗冲突的事件愈来愈增加，所以成立人狗冲突巡护队，要伫有冲突发生的时阵协助来赶这的高山仔。猕猴有主动攻击人类，或者是有抢食行为的发生的时候呢，才会出动使用驱离工具。那一般的 巡护的部分呢，我们则是希望透过巡护人员他们的巡逻，然后来加强了解猕猴的族群动态。猕猴局现在办理这个驱赶猕猴的动作，百姓都很赞同。林务局表示，巡护队用机器来赶高山仔，拢有受过训练，袂去伤着动物的性命，嘛会向民众来宣导卖饲、卖挖、卖人的行为，减少人狗冲突事件的发生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